因為你，我會記得嗰一分鐘。呢一日呢一分鐘有乜嘢咁特別呢？今日係2025年9月25日，2025、9、25都係平方數，到咗嗰一分鐘16點25分，16、25都係平方數。如果答正秒數係0、1、4、9、16、25、36、49，咁就全部數字都係平方數啦。如果錯過咗16點25分、16點36分、16點49分，咁就當21點做下午9點啦，用9做平方數，或者等到23點52分25秒，因為235225係485嘅平方。其他選擇仲有17點47分24秒、18點40分41秒、19點36分00秒、20點34分01秒、21點34分44秒、22點37分29秒、23點42分56秒。過咗今日，下次要等到2116年1月1號先會有全平方數嘅日子啦。